哎呦妈，来了，快今朝开始忙馒头着呢。鲜肉包只有2块一整，现在再万份吃了，搿么你忙2只上场。没喊完。人嘛实在多，注意位置还不够。丰建路698啊，雪峰菜场南门。你要回等叫光5分钟，到啥子还等多长时间？全部都要有了呀。全部都来做了肉刚刚好了，鲜肉还要等叫辰光。 3分钟，你等一会儿啊，快了啊。肉馒头没菜肉馒头呢？菜肉有个。菜肉有个，咁弄2只菜肉个。哇塞塞，总算抢上2只了，你立了该得来先吃吧，我肚皮饿死着。没看呢，尝口，尝。这点是8年来的，味道调得好。哦，马上喝点水吧，当心热。味道不错，应该。你再去忙2场呢，明天还到。明天到再回去。再想跑单不是简单事体呢，至少送5分钟。谢谢，2只馒头嘛，明天再饭。6块包公不是有中浪向？没好啊，当然现在。还吃个2日天嘞。哎，那。这个女的真的，你知道，我干嘛了这？丰建路来6街，今朝第1日天开张，